我係嚟自沙田馬鞍山純陽小學嘅蔡校長，好高興呢今次能夠獲得咧幸福校園呢一個嘅呢一個嘉許啦。其實呢一個嘅獎項呢係屬於咧我哋學校每一個學生、老師同埋家長添嘅。咁我哋學校呢，其實係最注重呢就係身心健康。透過每一日嘅晨跑活動啦，同埋每個月嘅海濱長廊活力跑呢，我哋培養同學仔啦、家長啦同埋老師呢有個恆常嘅運動習慣。喺小息嘅時候呢，我哋亦都會呢就係開放呢10多個嘅多元化嘅活動空間啦，能夠去照顧同學仔呢唔同嘅需要。咁其實呢，我哋呢係好注重呢就係正向教育啦，同埋價值觀嘅教育，我哋希望咧，藉此咧能夠加強同學仔個抗逆嘅能力啦，咁亦都咧建立一個關愛嘅文化。我哋相信咧，每一個同學仔咧，其實咧都有佢自己嘅潛能，所以咧我哋透過咧就係藝墟舞台啦，仲有多元化嘅活動比賽咧，希望讓同學仔咧能夠發展佢哋嘅長項啦，亦都能夠建立自信。咁最後咧，我哋好希望我哋嘅同學仔咧，能夠喺愛同埋關懷嘅氛圍底下咧，佢哋能夠快樂咁樣成長啦。咁亦都咧能夠咧健康同埋充滿自信咧，咁面對未來嘅。我哋學校嘅口號咧，其實就係活力綻放幸福校園。